第32日，呢個葡萄園本來就唔係我哋嘅。喺香港租樓一般都唔包家電。如果唔係一直租開樓，可能唔習慣租樓嘅同時，你要使一筆錢去買一啲嘅家私，買一啲嘅電器。我喺屋企返咗嚟香港之後，一直都係租樓住。感恩嘅係，我哋前後租過2個單位，都係有家私同埋電器，而且細房嘅家私彷彿係為我個女度身訂造一樣，有好多嘅細節，我哋都見到業主喺裝修嘅時候所花嘅心思，所以我哋喺用呢一間屋嘅時候分外謹慎，盡可能減少損耗，希望喺歸還嘅時候保持乾淨企理。而天父呢一位園主同樣悉心而且精心咁樣預備佢嘅葡萄園，喺遠行之前將葡萄園租俾田戶打理。讓我哋跟隨耶穌一齊睇下呢一個葡萄園。馬可福音12章1節。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，有一個人栽種了一個葡萄園，四面圍上籬笆，挖了一個壓酒池，蓋了一座瞭望台，然後租給田戶，就遠行去了。到了時候，園主派了一個僕人到田戶那裡，向田戶收取葡萄園一部分嘅果子。田戶抓住他，打了他，放他空手回去。園主再派另一個僕人到他們那裡，他們打傷了他的頭，並且侮辱他。園主又派另一個人去，他們就把他殺了。後來又派許多僕人，有的給他們打了，有的給他們殺了，還有一個，就是園主的愛子。最後園主派他到那裡去，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。那些田戶卻彼此說，這是繼承產業的，來，我們殺了他，產業就是我們的了。於是抓住他，把他殺了，扔在葡萄園外。這樣，葡萄園的主人要怎麼辦呢？他要來除掉那些田戶，把葡萄園租給別人。你們沒有念過這段聖經嗎？建築工人所棄的石頭，成了房角的主要石頭。這是主所作的，在我們眼中看為稀奇。他們知道他這比喻是針對他們說的，就想捉拿他，但因為害怕群眾，只好離開他走了。園主精心預備嘅葡萄園，親手栽種最上等嘅葡萄，有籬笆抵擋野獸，有壓酒池喺度釀酒，亦都有瞭望台作為保障，之後先至出租俾田戶。田戶本來應該按時交租，交出果實作為租金，但似乎喺日復一日嘅耕作裏邊，佢哋企圖將租約變成屋契。園主派佢嘅僕人前嚟，先知、祭司、守望人，但係每次帶返去嘅都唔係葡萄酒嘅血紅，而係真係血嘅血紅啊！一係被毆打，
甚至係被殺害嘅消息。直到園主差派佢嘅愛子前去，呢個愛子有住與園主相似嘅眉目同埋相貌，但係田戶卻將呢位繼承人殺害。佢哋好天真咁樣以為殺咗個繼承人就能夠永久咁樣霸佔葡萄園。其實好似我哋嘅人生，健康嘅身體係神借俾我哋嘅設備，家庭嘅溫暖係佢暫託嘅禮物，活潑嘅兒女係佢託付俾我哋嘅產業，就連服侍嘅恩賜其實都刻住天父所有。我記得一位長輩曾經同我講過，我花一生裝修呢一間房，先至發現呢個只不過係租返嚟嘅帳篷。今日呢一個世代充斥住做自己生命嘅主人呢啲嘅謊言，但係基督信仰教導我哋嘅係，我哋係管家，我哋有使用權，我哋有管理權，但係我哋冇所有權。唔好等到天父嚟收返葡萄園，再揾一個租客，我哋先至突然間記起自己原來唔係主人。係啦，你應該留意到，當你一開始租呢個葡萄園嘅時候，佢已經為你精心預備咗最上等嘅葡萄樹、最穩固嘅泥巴、最堅實嘅壓酒池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呢一切嘅預備都係天父嘅恩典。由今日開始，喺你嘅辦公台，喺你洗手間嗰塊鏡，喺你嘅手機上邊貼咗呢句話：呢個唔係我嘅葡萄園，我係蒙恩嘅管家。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你先至係葡萄園嘅主人，求你赦免我，常常緊握住人生嘅方向盤，忘記呢架車本來就係你借俾我嘅恩典，幫助我喺每一個掙扎嘅時刻，鬆開啲手指，讓你嚟掌舵。願我嘅工作、我嘅家庭、我嘅服侍，都係你嘅葡萄園，結出你所喜悅嘅果子。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。阿們。祝福你，聽日讓我哋繼續喺馬可福音裏邊與主相遇。